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一些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从东突厥散吸收工人。这些计划通常被视为强迫劳动的危险信号。美国地平线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东突厥散不断壮大的太阳能技术行业与中国广泛的劳务派遣计划有关，其中包括适合有据可查的强迫劳动模式的方法。据专门从事中文研究的地平线咨询公司称，报告中将保利协鑫、东方希望集团、大全新能源公司、新特能源公司和金科能源等主要太阳能公司列为使用某些强迫劳动的迹象。尽管许多细节尚不清楚，但这些迹象包括接受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从东突厥散某些地区转移来的工人，以及让工人接受军事式培训，目的可能是向中国和共产党灌输忠诚度。中国驻美大使馆近日在推特发文称，北京当局对东突厥散的政策令当地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思想获得解放，性别平等皆有所改进。该说法引来不少网民反对，要求推特将该贴文删除。贴文周六已被推特删除。中国驻美大使馆周五引述内地官媒文章，题为“扑灭极端主义已经让新疆妇女得到更多的自主”，指有研究显示，当地的妇女不再是生育机器，变得更有自信和独立自主。有网民表示，他们变相是承认对维吾尔妇女进行绝育，又指敌当局在说谎。推特发言人周六表示，经进一步审查，认为贴文内容属于非人性化，违反规则，于是采取行动删除贴文。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人为授权让国际专家团进入武汉病毒起源展开调查表示非常失望之后，中方周六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但称具体的时间正在确定中。中国政府周六证实，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前往武汉调查武汉病毒疫情源头一事仍在筹备中。周六，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在记者会上说，具体的时间正在确定中，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这些专家办好手续，确定了行程，我们就一起去武汉开展调查工作。此前，世卫组织罕见地对这个计划已久的调查活动遭到一再拖延，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周二表示，对中国人为授权让国际专家团进入中国对武汉病毒起源展开调查感到非常失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可能存在一些误解，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对于推特封杀美国总统特朗普账户，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称，让人闭嘴，甚至是美国总统，中国才这样做，而不是我们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针对国会大厦冲突的争议性言论，遭到脸书、推特等平台禁言。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发推文称，让人闭嘴，甚至是美国总统，中国才这样做，而不是我们的国家。经过美国国会冲击一役之后，推特终于决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避面，宣布永久停用账户，连特朗普利用官方账户所发的推文都被秒速删走。社交媒体巨头脸书也宣布禁止特朗普使用旗下的脸书和 Instagram 服务。民主、共和两党分别都有议员指责特朗普煽动这场骚乱，民主党更是在草拟弹劾特朗普的法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解除美国与台湾关系中的自我限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发表声明，解除美国与台湾关系中的自我限制。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台湾是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和美国可靠的伙伴，但国务院几十年来设立了复杂的内部限制，来管理我们外交官、军人和其他官员与台湾对等人员的互动。美国政府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是试图安抚北京的共产主义政权，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与世界各地的非官方伙伴保持交往，台湾也不例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6日通过声明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